伫个南西区这边遮65岁的人口占600几个，所以它的降没到30%。医生的话，我们这边既然区长有申请一台中巴，在每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一会送他们过去啊。现在已经好像听说都满载哈。他发现我们的厨房很简陋，之前的厨房还会漏雨，有一个构想，想说要帮安溪关怀据点来盖一个厨房，但是后来他又想要扩大到7个里，所以才有中央厨房这样一个构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德政。我们是希望能在以后争取到一个中央厨房，帮助老人家能够有一个用餐的空间，包括提供他们因为年轻人出外自己都要去煮食的不方便，甚至帮家一些独居老人提供这一项的服务。这一项工作在市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已经在今年度来发包来兴建。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南西区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农业区，盛产水果，像是杨桃、梅枣、芒果等，种类繁多，质量丰富，可说是百果之区。南西区人口稀少，而且每4人中就有1位是年长者，更有1/3的人口为农民。为了落实偏乡照顾，台南市政府与区公所合力完善各项建设，不论是产业道路、公共工程或是年长者照护，都是希望将南西区打造为共好共老的友善社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长怎么说吧。我们感谢区公所的同仁区长也很努力。大家一起把这个区政做好。那最重要的是山区就是路要平，不要老是做一个台风过后就路就坎坷不平。那我们就把路做平。那所以是每年农路的经费都在增加，为的是给农民一个好的通行环境，不要很多物产在运输的过程中都震坏都摔坏。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淹水。我们努力做到这个目标，跟中央跟地方争取。第3个社会福利做好，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共餐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福利。我们将来还会再做好这个我刚刚看到的这个中央厨房。那公所有做了整个计划，那我们会跟水资局争取经费，市府的经费，加上慈善社会福利团体的经费，大家一起做，把这个共餐中央厨房做好。希望年长者，尤其是很多独居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年轻朋友的照顾所以说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系跟关注，这点我们会努力在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各位欢迎收看6月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对面苗栗电子公司员工集体感染事件教训，所以台南市政府嘛扩大对南科等各行区员工进行筛检，其中对南科扩大筛检站9号正式启用，预计一天会当筛检1500人次以外，对着员工所设定防疫系统嘛紧急进行稽查。就着政源电子的员工集体感染事件冲击，虽然如何预先伫南科扩大筛检来应用可能的疫情危机，除了日前台积电关整零接触的筛检站，协助医护人员会当伫舒适的空间来执行以外，现在南科进一步扩大筛检站，用在了解每一天伫生产线顶的员工敢有受到感染。该大型筛检站9号正式启用，希望降低园区员工受感染的风险。在苗栗以及在竹科发生了一些移工们，还有这个本国的员工有这个群聚确诊的状况。那我想说，我们未雨绸缪，先来南科开设这个筛检的量能。
能够来让这些移工朋友们，因为移工朋友们他们都是集体住宿那在宿舍里面，我想我们也是特别关心他们。那开设这个筛检量的一天大概可以筛检1500个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依照晋源电子3天4000人的这个量能的话，我们这个筛检站一天1500还是比他们多。那因为主要是因为南科有将近8000名移工在工作，那所以说如果维持1个礼拜筛检一次的话，一天1500，那这个量能是够的。甚至如果维持2个礼拜筛检一次的话，那这个量能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我想说，最重要的是移工的健康，以及本国员工的健康。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是采取自愿式，那也尊重我们厂商他们的一个意愿。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会动各大病院协助第一批包括永康甲柳营的机密等医护人员会来进驻南科快筛，预计每一天会当筛检1500人次。另外，劳工局嘛配合卫生局，针对事业单位有移工的部分进行稽查，希望建立相关防疫系统，包括以每一天出入的调查、每一天体温等健康状况的记录等等。都是嘛，因为这位移工通常拢集中在一个房间，所以有相关的物质以及如何加强清洁消毒，拢列入重点稽查。电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为应付疫苗来袭，需要控快场地来做，所以台南市卫生局目前已经规划台南有3处，并同步完成布置。其中因有选定东区复兴高中，卫生局嘛强调，任务结束一定做好完善的清洁甲消毒，且学校甲家长放心。现在大家拢期待疫苗来挽救本土疫情威胁，所以因应包括日本关境的疫苗入来如何施打。目前台南市卫生局已经规划了大型注疫苗的所在，包括新营、善化以及东区3处来开设。相关记者来到检讨防疫动线、空间以及人力配置所设立的东区复兴高中。了解目前都已经准备好势，就等待政府具体通知注疫苗的时间。对此，卫生局强调，到是为了降低民众注了产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所以大型注疫苗的场所将优先开放给8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75岁以上有慢性病的民众来施打。我们目前大型的疫苗接种站是以整个台南市西北，还有中间还有西南的地方做选取地点的考量。那西北是设在体育场里面的体育馆，好，新营体育场的体育馆。那中间的部分是设在善化慈济的联络处的部分，西南的地方是东区复兴国中的礼堂。那这样子的设置就是考量我们民众的方便性来想。那设置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说，是不是里面方便停车，空间够不够大？好，然后在等待区的时候，民众会不会很不舒服？然后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目前是以造册的人为主，所以我们会先逼我们的身份证是不是在造册里面的名单，是了之后就进去填同意书，就量体温啊、喷酒精、填同意书，还有那个接种卡，之后让医生评估完之后进行接种，然后还会有一区就是留下来观察的区域。那留下来观察的区域的地方，我们还会给他做卫教的影片的宣导，好，在那个地方30分钟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离开。那现场的时候，除了会有支援的医生、护理人员，还会有志工，好，或者是一些行政人员。那我们会设置急救的相关设备在现场。卫生局强调，在疫苗来源充足之下，台南已经接获11间病院、30间卫生所以及272间诊所来投入注疫苗行列，预计每礼拜会当完成注75000剂疫苗。至优先施打的顺序，也是依照中央所规定为主。不过，卫生局选定学校作为大型注疫苗的场所，家长也是有顾虑。对此，校长强调，会后一定会做好清洁消毒，请家长放心。其实也有家长非常关心就是为什么选择我们学校当就是大型的一个就是注射站那
我想哈，就是说学校单位哈。有卫生局也经过评估，好选择，好就是场馆要够大，那腹地也学校的腹地也要够大。那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跟教学区有一些区隔，好，那我们复兴国中哈，就是被选择当这样子的一个注射的场地哈。我们其实我们也很注重孩子还有家长的一个担忧，好，那所以我们也跟卫生局反映，好，最后好我们会做一个清消，好，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动线的安排方面，好，或者是注射完以后的一个清消的部分，好，那这个民众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呢都可以好放心，好，到最后呢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毒的工作。看来万事交臂只欠东风，其他疫苗会当赶紧来互全民安心。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规定1月6月7號爆發台南今年第一個日本腦炎的病例，當地7家里長隔工來進行全里大消毒，並特別加強餐邊甲水溝。規定區長魏文貴到河透早嘛針對7家里的重點消毒區，佮做一擺檢查，並特別提醒民眾所有積水容器一定要倒清氣，預防病媒網滋生。日前規定區確診台南第一個日本腦炎的案例。經過調查了後，該案例平常的活動範圍攏佇因兜的附近，佇因兜附近有稻仔田是高風險的環境。6月9號透早，規定區長魏文貴甲7家里的里長郭世文做伙閣做一擺檢查，愛確定是毋是有甲積水的所在攏處理好清氣。區長表示，除了透過噴藥仔預防病媒網以外，里民一定愛甲有積水的所在攏處理好噠。如果有需要用水桶鉗水的話，會記得用掛甲水桶鉗起來，來降低病媒網活落來的機會。第一起的日本腦炎的案例了哈，所以我們非常的重視，也非常的謹慎跟小心。那除了昨天動保處跟環保局分別來做化學防治以外，那里長也特別動用志工，我們歸仁的防疫志工來做全里的噴銷。那除了這樣以外，其實化學防治是一時的哈，我們期待讓在地的鄉親能夠永久的安全。所以呢，我們今天特別結合我們7家里長帶領的志工，來特別來巡查稽查跟宣導衛教。能夠讓我們在地的鄉親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化學防治是一時的，循道清刷才能永久保平安。那期待在這裡呼籲了哈，特別是剛下雨過後，那所有的居家環境都期待我們所有的鄉親能夠認真的巡查。那特別看到積水容器，我們一定要把它倒掉，做好循道清刷這項工作，保護自己，也保護大家。謝謝。疫情3級警戒延長到6月28號，除了各項防疫工作愛做完整以外，預防天狗日甲日本腦炎嘛真重要。區長要提醒大家，佇咧落過雨了，如果有管仔甲花口有積水的話，一定愛記得落實巡查、倒掉、清理、濾清氣以上4個動作，來保護大家的健康。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这波疫情，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咱台南各以观光小真出名，所以观光商圈的生意嘛大受影响。以国华以外商圈为例，生意就落了70%，连老店同款无奈。所以如何申请纾困的补贴，店家纷纷申请议员陈义珍，希望渡过疫情难关。
国华意外伤权一直是淡市观光伤权的指标之一。原本生意应该是差，不管是老店还是新兴的人气商店，拢同款有人潮。当然，平时人本来就较少，不过现在假日时无游客，佮比平时较歹，连肉丸甲咸酸边顶老店嘛相当无奈，更莫讲一般的店家。有没发生事情收回的时候？会啊，会咯，一定会啊。生意有差真多哦。民众其实真的还蛮守规矩的，那出来实名制跟那个外出外带的状况配合的都非常好。那其实对店家生意的冲击非常大了。我们大概餐饮业整条路上我们算还好，有些真的生活不下去，整个都关了。哎呀，是老店的哈。对啊，所以说还有一些老客人会回流。那其实我们在宣导政策，他们都配合的还蛮好的。对此，商圈发展协会执行长嘛，趁机会来关心，认为店家拢是会当做的尽量做，至于五路业者被迫停业，就真正无法度，毋是食老本就规起关门。较行为的，就是有一寡原本以外在小食摊甲饮料店影响的相对较少。不过因共同的心声，就希望纾困，唔通看会到却食袂到。那纾困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需要的会到我们商圈来跟我们提申请。那当然也要在市政府的这部分也要有专人来这个商圈来辅导我们商圈这边部分怎么去帮这些店家这些小摊贩来做怎么样一个纾困的部分。我希望让它更能够更简化一些，不要写了一大堆哩哩啦啦的东西，结果完全这些人看不懂也申请不到。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希望的部分，说有专员能够特地到商圈来协助我们商圈来跟每一个店家、摊贩这些部分来做辅导的部分。听到商圈店家心声，议员陈英丁嘛特别到场关心，替大家争取经发局要有专人来服务，并简化纾困的申请流程。我想我们现在来到国华友爱商圈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街道其实真的人潮非常的少那其实店家有辛苦经营的店家也看得出来，生意其实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期待目前市政府有提供很多的纾困振兴方案但是很多商家都反映说好像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市政府相关单位其实应该成立一个窗口有专门的人员来协助，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不会填写相关的报表啦、资料等等的其实希望有一个专人有一个窗口来协助他们怎么去申请这些纾困的方案，让他们能够真正拿到这些补助来度过难关。虽然去年同款受疫情冲击，但是无今年已经到3级警戒这么严重，所以今年无申请纾困加减补贴，真正无法度，就希望会当赶紧度过疫情的难关。但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迎接国历节，民众爱食粽来应景，不过如何食营养、佮顾健康的相当要紧。对此，基比海中心营养师表示，重点是要注意白粽的料、热量、纤维、温料以及包装这5项，做伙了解。粽除了有南部粽甲北部粽以外，最近几档嘛出真侪真有创意无共种的粽。基比医学中心营养科要提醒大家。伫5日节白粽的过程中，除了做好防疫卫生以外，嘛要注意量佮健康。挑选种类健康食材，种植的种类琳琅满目。以广式果珍粽举例，1颗就有将近1000多大卡的热量。鲜热热量避免过量，大多数的咸粽热量约落在500大卡上下。而北部粽因为烹调方式的不同，油脂含量较多，所以热量会比南部粽高哦。若是市售的粽子，先仔细看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示，建议1颗粽子不要超过600大卡，而且以取代正餐为主，不要当成点心，1天1颗即可，避免摄取过量，造成热量超标哦。粽除了爱好食以外，咧食粽的时阵，大家嘛是爱注意到粽本身的卡路里，佮有内底的料，唔通放伤济。粽内底会当加较侪青菜水果，嘛会当甲传统的肥肉换成鸡肉。伫温料的部分嘛要特别注意，因为温料钠含量较悬，食伤济可能会提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对疫情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
前十字韧带断裂是真正看到运动伤害，医生表示，前十字韧带是维持脚骨关节稳定相当重要的结果。长期以后，就容易摔到受伤。若是较严重的患者，多数拢无法度再再做激烈的运动。安南病院骨科许维杰医生指出，一位33岁热爱运动的傅先生，伫半当前被诊断出右膝前十字韧带断裂，合并外侧半月板破裂。透过朋友的介绍来求诊柯医师，经过诊断评估，患者接受微创膝关节镜、前十字韧带重建、甲半月板缝合手术治疗。术后即期复健半冬，现在已经会当回到篮球场拍球。和傅先生甲伊的朋友拢非常的欢喜。33岁的那个傅先生，对，然后他大概半年前的时候是那个运动伤害，造成膝盖有肿胀不舒服的情形，这样，对，那他一开始先去诊所就医。对，然后后来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上网找一些资料，然后来到我们安南医院骨科的那个运动伤害的门诊，那我们经过一些检查之后，发现到他是那个十字韧带的，怀疑是十字韧带的问题，对，那我们就进一步帮他排那个核磁共振的检查，那后来在核磁共振的检查，确实也发现到前十字韧带是有断裂的情形，那合并有半月板的损伤。那跟傅先生讨论之后，发现到他是一个喜欢热爱运动的一个年轻人。那在有十字韧带损伤，那合并半月板的一个破损的情形之下，那如果想要再回去运动场上做一些比较激烈需要碰撞的运动，那原则上还是会建议是以手术为主。那手术之前会有几个部分必须跟病患做讨论跟说明的。那我们也在门诊的部分。然后跟他讲说手术部分怎么做进行，那跟后续怎么做复健。那后来手术就顺利结束完成。那我们也跟傅先生讨论说，他如果要回去打篮球的话，那他必须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训练。那后来就是在他的努力跟整个医疗团队的合作之下，那我们傅先生就顺利在半年之后就可以回去运动场做打篮球，他最热爱的一个运动。柯医生表示，前十字韧带断裂是一个会当好的疾病，只要有正确术前诊断甲评估、精准的手术以及经验，加上术后积极努力的复健，大多数的患者拢当继续运动。但不是所有前十字韧带断裂拢有需要手术治疗，建议有相关疑问，拢会赶到安南病院运动伤害特别门诊，甲医生讨论甲沟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仔是这分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6月9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